这礼拜，美国乌克兰甲罗西亚三方阁准备要伫咧沙烏地阿拉伯谈判。目前，罗西亚甲北韩联军当咧反攻，谈判对乌克兰阁较不利。国防部扩大清查官兵敢有中国的身份证，不过干那要求志愿役，并无要求义务役，嘛要放弃中国的身份证，引发外界咧烦恼国安的风险。日本的日产汽车研发自动加速计程车，会家己侦测路况调整路线甲车速，自动甲人客载到指定的所在，上紧2029年会伫咧约克哈马上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进前有志愿役的官兵标出有中国的身份证，即阵咱国防部是扩大咧清查志愿役官兵敢有中国身份证这件代志，要求着爱签名挂保证，或者是宣誓放弃。也毋过并无来要求义务役的官兵嘛要放弃中国的身份证，就引发外界的烦恼国安的风险。因为专家是表示讲，只要莫派因去做机敏的任务，其实就毋免烦恼这个问题，咱嘛毋免惊下边佫会减少。进前一个海军志愿役士兵发现有中国身份证，引发风波。国防部扩大清查军事官兵是毋是办了有中国身份证，要求所属签字具结甲宣誓放弃。国防部证实，义务役男也伫清查范围，验国务要求义务役男必须要放弃中国身份证。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必须完成兵役义务，验过外界烦恼有国安的风险。也请国防部来去做彻底的来彻查之外，那也去研拟一些相关的配套，来确保国家安全能够被守护。我们也不要特别去预设立场，说这些有其他国家身份的役男都一定会去免费的去做所谓的间谍活动。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1条，伫中国设有户籍也是领用护照者，会丧失台湾户籍加所衍生权利，严格无免除义务。专家分析，伫即阵囡仔生少之下，各国因讲拢欠缺兵员，以美军为例，也会接纳中国籍移民来服役，不过严格定法制度，互国安风险降低。或许呢，可以让这些士兵从事比较单一的任务，譬如说你就是驾驶或运输，减少接触一下军事机敏性。为了阻止中共渗透，国防部建议修正《陆海空军宪法》第24条，签署书面翕影片再处罚，对着人宣誓效忠，会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陆委会最近要求全体公务体系人员具结无领用中国身份证，也公司财团法人国营事业收到公文，依照权事部资料，公司财团法人包含法扶基金会、国防院、工研院、中央社这军啊8个单位，具结数体面要求签署人爱负法律的责任。陆委会讲，政府充分相信全体军公教人员、公营事业加公司财团法人员工的具结结果，清查进展真顺利，各项工作真紧就完成啊！也感谢多数现职人员配合清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仔日针对去年超定税收敢要普发现金的问题召开公听会。有学者认为讲，不如来减扣税，嘛有专家建议爱推动税制改革。因为立委罗斯宝问到，若是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要普发现金，就要等偌久？主计长陈淑珠表示讲，上无爱等3个月，也就是等到8月时阵。伫去年的税收超前5238亿，创史上新高。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伫最近强烈地推动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随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召开税收超前害税有名公听会，找学者专家来讨论。不会把这个超征的税收啦、税基剩余啦，好好的用来积极还债，税制又不合理。为了对纳税人做交代，以及对我们后代子孙负责呢，我干脆就认为还税于民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还钱给我的话呢，5月纳税要到了，你可以少收一点税给我吗？就好啦。大家打8折、打7折就好了，不用这样来来回回的，因为很累。针对税课收入实证数超过5算数，财政部已经成立税收估测专案小组，同时委员建立真正中央政府内地税收估测模式，借此来提升税课收入估测的精准度。财政部表示，税课收入比预期较悬，是依法征收，并不是外界以超收的名称来误解政策，超过本来应该扣税金额所衍生出来害税给民众的证据。
议。虽然是无考虑到整体预算的收支情形，恐惊有估值发现金的疑虑。财政部也以税课收入犹有逾期，是无定当财政存余的三大理由来反对害税后民众常态化。条例通过到发钱多久时间？差不多至少要3个月以上。如果5月通过，不要13个月，8月、9月了，差不多这个样子了。行政院主计总处是警告讲，若是税课收入实征数超过有算数额度，达入有算法常态化规范限定用途，以后恐惊无法度保持弹性，应用国家重点施政的项目。因若普发现金敢未通过，有关是继续讨论才当定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数位发展部推出数位凭证皮包啊，将身份证、健保卡、驾照等等这证件卡片拢总整合起来，上近12月要试营运。不过，就民众咧烦恼有治安的风险，数位发展部是挂保证，讲安全性真悬。妈，你有电子处方签吗？这以前去邮局领药啊到位啊，才发现无啥就处方签，是嘛只要手尖一扫，有输人马上知影你要爱领什么药啊。为着让民众生活会当更较利便，数发部2025年推出数位凭证钱包的 App， 甲各部会合作，唔但会当放政府核发的证件，亲像是身份证、健保卡、驾照、技术师的证照等等。未来包括特殊身份买票、银行开户、查保单、超商的会员卡、甲领会验证、办手机啊等等，买当加入数位凭证的钱包啊，扩大应用的范围。强调我们不是要发数位身份证，也没有要发证件在数位皮夹里面，依照国际的标准去打造，所以未来是在跨国的使用上是有它的互通性的。虽然数位钱包啊会当降低伪造证件的风险，嘛会当由使用者家己决定想要公开什么款的资料，避免文书红看现现。不过，台湾网络诈骗是世界赢杯，民众若点入去青分的网址，或者是建构平台中华电信去有骇客入侵，各自恐惊有流出去的记录。可以选择性，你可以要揭露什么就揭露什么，而且你原则上就是手机了，你就不用带那么多证件了。不管是用手机做脸部辨识或者指纹辨识，那就确定是你本人，你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冒领。因为我的程式码释放出去，而且在整个数位凭证皮夹，它本身的架构是做分散式的处理，那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集中式的资料库，就可以避免说因为这个集中资料库产生的问题，而造成民众的资料外泄。另外，考虑数位落差甲侪会使用者的需求，数位钱包啊并不是强制性的，民众要是会当选择使用传统的身份证，提供予第三方来验证。因那数发部嘛要拼今年的12月份，决定应用的场合来试办。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内外阁有啥物大代志？来看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今仔透早去到新竹参加因老爸告别式，无挂脚镣手铐，看守所的人员全程戒护，政坛真侪人物嘛拢到场来致意。郭文德停留83分钟，随着风带转去看守所，伊的看守单背旗大声喊讲是司法迫害人权。前一阵云云科技公司爆出技术长讲受到霸凌被离职，说互董事长压倒台视案件。台北市劳动局去劳检发现云云科技公司无预防暴力的相关措施，限期改善，若无上当就要罚15万。连加啦，顶礼拜有一个敢若8岁查某囡仔，互人性侵糟蹋，目前当伫咧病院抢救，引发真济民众上街头抗议。另外，伫咧印度是有外国的查某游客受到集体性侵害，那查甫游客是互人塞入河川毒死，目前是已经抓到2个嫌犯。咱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前几日啦，甲美国总统 Trump 会谈公假起配面。一礼拜，美国、乌克兰甲罗西亚三方阁准备要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谈判。经济媒体报道讲，美国可能除了扩散协议以外，也会增加条件，包括会要求乌克兰将领土让予罗西亚，也有换掉泽伦斯基这个总统。而且，即马乌克兰的情势是更较不利。目前，乌克兰占领的罗西亚库斯克地区是去互罗西亚甲北韩的联军反攻，乌克兰会当用来谈判的条件是变较少。画面中，路过自杀式无人机将撞击到地面上乌克兰的军用车辆。这是罗西亚国防部上新公布画面，虽然时间无法度确认，也个地点方证实是路过库斯克地区的苏加市，这也是乌军重要的补给线所在。
俄军去年8月成功夺取库斯克地区，占领几10个重要城镇。也毋过，俄军原本稳住的战线开始，予陆军甲北韩军以人海战术一直推进。根据 CNN 引用乌克兰的军事布洛克，陆军初稿开始，沿一条已经停用的天然气管线，成功避开无人机监控进入苏家市，当将乌军逼甲强迫崩盘。Вот приехал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ронетехника Брэдли. Наши птички БПЛА попали одним снарядом, вторым и уничтожи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ражескую технику. 乌军4名拢是归准备撤离库斯克地区的谣言，一直传出。这个时阵，美罗乌高级官员搁要伫这礼拜伫沙特阿拉伯针对停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初稿已经为非洲荷姆斯特空军有备役基地出发。Завтра ми продовжимо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ди наближення миру. Буде мій візит в Саудівську Аравію. Також на сьогодні ще більш підготовленою стала зустріч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в Саудівській Аравії, України 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For the Americans, a bad deal is better than no deal. But for the Ukrainians, a bad deal is worse than no deal. And that is a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到第三个会谈特别展开，川普亲像更有新的想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美国官员私下表明，川普有意伫乌克兰扩散协议之花，各地加让领土互俄国，甲泽连斯基落台重新选举的另外条件。Well, I think they will sign the minerals deal, but I want them to want peace. Right now, how do they show that? How do they show they want? Well, right now they haven't shown it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should. I think right now they haven't, but I think they will be. 川普伫空军1号对记者表示，美国真紧就要配合对乌克兰分享关键情报，针对这次乌克兰顿内茨克各号陆军轰炸造成重大伤亡。美国表示，无现象显示，伊甲美国停止情报分享有关系。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川普不批评泽伦斯基无条件，也毋过这礼拜这场谈判，伊伫乌军形势政治波严重之下进行。基辅方面表示，这摆谈判爱先争取对美国关系正常化，才来讲停火。做落来有希望甲罗西亚展开直接谈判。公司新闻王鲁梅编译。美国甲南韩对7月开始进行年度联合军演，咱像是为着要抗击反制，北韩今仔日嘛向黄海来发射真侪粒飞弹，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任期以来北韩头一间发射弹道飞弹。进前，北韩就要谴责美国甲南韩联合军演是咧引起军事紧张。今仔日北韩就搁向黄海来发射真侪粒弹道飞弹，可能就是要来抗击美韩军演。另外，日本媒体嘛分析讲，因为即马北韩派兵去支援罗西亚，战术有可能会改变，所以即届美国甲南韩的军演应该嘛会对咧调整应变。再来关心到加拿大选出新的总理，由59岁前央行的总裁卡尼压倒性胜利，要带领加拿大对抗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甲野心。卡尼态度大硬讲，加拿大是永远拢袂成做美国的一部分，嘛维持报复性的关税，一直到拍赢这场关税博弈战。摕到超过85.9%压倒性的票数，加拿大前央行总裁卡尼得到执政党自由党党主席，特别成为第24任加拿大总理，带国家应对目前的政治甲经贸危机。头一个威胁就是川普的关税，也甲加拿大变做美国第51州的并吞野心。America is not Canada, and Canada never ever will be part of America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There's someone who's trying to weaken our economy. Unjustified tariffs 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 And we won't. 59岁卡尼无做过议员，嘛无内阁经验，是加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素人总理，伊有金融的专才。2008年担任加拿大央行总裁，处理金融危机有真好的评价。英格兰银行2013年请伊，成为头一个非英国籍的央行总裁。伫脱牢期间持续掌权，卡尼专门处理金融危机甲谈判，是头一个捌伫2个G7国家掌管央行的人物。即届投入自由党主席的选举，讲家己是唯一会当对付川普的人，伫4个候选人当中也上互人看好，无款上济。伊主张持续对顶报复川普的关税，拍赢这场贸易加主权之战。
And my government will keep our tariffs on until the Americans show us respect. The Americans want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land, our country. If they succeeded, they would destroy our way of life. In America, healthcare is a big business. In Canada, it is a right. 公司新闻4月中编译。叙利亚伫咧去年12月爆发内战，即马搁再发生严重的冲突。临时政府的安全部队甲前总统阿塞德的军队小战4天，已经造成1300多人死亡。叙利亚的新领导人表示讲，一定会对杀害百姓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叙利亚临时政府安全部队甲效忠前总统阿塞德的阿拉维派战士，伫叙利亚沿海省份纳塔基亚激烈交战。这个省也是阿塞德所属的阿拉维派的大本营。双方自顶礼拜4初六起爆发武装冲突，两边战士拢有伤亡，加上平民被杀，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叙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夏拉承认国家今麦面临新的危险。初九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专职调查针对平民的屠杀行动。يتمثل في محاولات فلول النظام الساقط ومن ورائهم من الجهات الخارجية خلق فتنة جديدة، فليس أمام هؤلاء سوى خيار واحد وهو تسليم أنفسهم للقانون فورا. 初九伫首都大马士革，数百位叙利亚民众组织抗议，要求停止暴力冲突。过去几日的武装事件，真侪住伫沿海地区的居民拢逃离家园。路透社引用叙利亚安全人士的讲法，包括拉塔基亚在内等地冲突状态已经缓和。暴力冲突关注初六，政府军遭到伏击了后引起的。 An ambush attack that killed over a dozen Syrian security forces near the coastal city of Latakia quickly turned into the worst fighting that Syria has seen since its 13-year civil war. This is further going to complicate matters for Syria's new authorities as they struggle to negotiate a settlement with the Kurds of the northeast and the Druze in southern Syria, as they struggle to exert state authority across the war-torn country. 阿拉维派占叙利亚人口10%，是伊斯兰什叶派分支。叙利亚大部分是逊尼派。 按发图期，网络上有不少包括处决无穿衫遗体倒伫路边顶，杀戮鸦片战团。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拢助长宗派对立情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谴责事故境内的暴力冲突。联合国也呼吁叙利亚临时政府追究惹事者的责任。公司新闻吴伟明编译。 因为少子化，各行各业拢咧欠工，即马嘛找无人要来做司机。日本的日产汽车即阵就研发自动驾驶计程车，会家己侦测路况、调整路线甲车速。民众只要利用手机来叫车，就会自动甲人客载到指定的所在。这项自动驾驶计程车上紧伫咧2029年会伫咧约克哈马上路。 驾驶椅都无侪人，很多路线家己叮当。这是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试验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在行兵市区上路的状况。日本因为老大人人口的比例逐当在增加，加上欠汽车甲客停车的司机，和汽车的制造商一直向车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日产汽车为2024年年初宣布要第3档内底推出无人驾驶的服务，来弥补欠驾驶的问题。今年2月开始在行兵市区试验车辆自驾系统。 安全性や信頼性を確保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ためにはこの車の上に乗せる自動運転システムだけではなくて、それが車のシステムと一体となった形で信頼性や安全性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で、こういうところはやはり自動車会社が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想要利用无人客停车，乘客当利用手机 App 叫车，设定要去的所在，就会自动找附近的空车。乘客当伫指定的地点上车，互客停车安全送去要去的所在。 QR コードが認証されました。足元に気をつけてご乗車ください。ドアが閉まります。発車準備ができ次第出発します。 这个自驾系统是搭配14个摄影机、9个雷达、甲6个感应器，会当侦测车辆周围的道路环境，根据交通的状况来调整行车路线。在市区行车时阵，速度嘛维持在时速40公里内。その場合は例えば車線変更するときに後ろ向きますよね。その時に当然視線は前からそら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です。でもこの車の場合は常時全周囲をセンサーで検出していますので、常に後ろの方向を見ていますから、車線変更できますから。 人より安全に運転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ます。大家毋忘在2029年甲2030年之间，会当互无人客停车正式上路。我到时阵会先伫行兵市区推出20台车，解决驾驶无够、人口刷叮当的问题。
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伫咧印度的加尔各答是有真侪黄色老旧的计程车，这是对1950年代就开始生产使用的。不过因为即马碳排放的规范是已经无符合啊，所以印度的法院伫咧2019年就下令这款车型要退出市场，到2017年底要全部报废。这嘛，互真侪计程车的司机渐感。伫加尔各答路的会当四月看到这种路边电车，车身拢已经新鲜落漆。这种全亚洲现存上古老的电车，是印度东部大城正重要的怀古风情。共款金人主义的，抑个四月拢看会到这种黄色的计程车。这款外形看起来笨桶，抑毋过正古锥的弹弓仔车，是顶一个世纪50年代开始生产的印度斯坦大赛计程车。这种经典的黄色的弹弓仔车，会当讲是印度之光的国产车，总部就伫咧加尔各答。迄当阵是模仿英国的莫里斯汽车，不是印度正常名流典式生活的象征。较高级的车窗抑个有类似的卡垫。2014年停产了，即嘛其他城市无啥人伫咧开这种车，只敢加尔各答一个四季拢看会到。因为伊的废气排放已经无符合芝麻的环保标准，印度法院伫2019年就下令要求因退出市场，期限是2027年年底。看到家己的车报废的期限就要到啊！开这种大洗牌计程车一世人的司机心内真唔甘。40 साल ऐसे ही हो गया, 70 का लगभग हमारा उम्र हो गया, कटैया हो जाएगा हम चले जाएंगे और क्या करेंगे, यहाँ तो और चलाने नहीं सकेंगे। टैक्सी गाड़ी खत्म, हम लोग भी खत्म。虽然这种车无电子设备、无正水的内装，甚至无冷气，不过真耐用。伊的零件一个派去要修理时阵拢真俗，会晓修理的师傅也真多。不过时代无共啊，怎么会叫这种车坐人客愈来愈少？अब वो सब मोबाइल का जमाना हो गया, मोबाइल में बुक कर लेते हैं, एसी गाड़ी है, अपना चलते हैं, टैक्सी गाड़ी को कौन पूछता है? क्योंकि हम लोग सारा काम यही कर रहे हैं, यहाँ से जाने से पब्लिक की भी असुविधा हो जाएगा, पब्लिक को भी गाड़ी कम मिलेगा और लगेज नहीं उठा पाएगा गैस गाड़ी में, इसीलिए हम लोग को दिक्कत हो जाए। 80年代了，印度慢慢开放，来自全世界竞争，和这种已经无国生产的车数量愈来愈少。根据加尔各答当地计程车协会统计，这种大洗牌计程车伫1年前抑个有7000台。到2025年年初，这边就降到只敢剩2500台，到明年可能会阁减少1000台。时代伫咧进步，真正规路拢是这种高扎型计程车的情形，以后可能看袂到啊。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美国甲乌克兰打算要签扩散协议来交换和平停战，这嘛互社会大众了解到稀有矿物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生活用品或者是军事武器，这些设备拢需要矿物原料来制作，未来这嘛会成做国际竞争的关键。伫西班牙巴塞隆纳进行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各大厂商拢展示上新的通信加电子产品。伫先进科技成果的背后，一定要有关键的矿物。根据英国加美国地质调查部门的研究，一台电脑就需要超过30种矿物，包括铝、镉加锌这款。这款矿物和家电、医疗设备，一个感应器内面的半导体会当正常运作，也强劲热式电源加军务设备原料加运作。 These are finite resources which are hugely important in a whole array of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therefore, as the world continues to gorge itself on those types of devices, the availability of those becomes a strategic asset to any government or country that has some control over them. 稀土其实唔是正罕有的矿物，是因为伊分布的区域伤宽。 电力甲其他的矿物难做伙，正歹开采提炼，爱投入大量的成本。伫稀土产业有开采的技术，就让增加市场的竞争优势。矿产分析师讲，即马中国伫矿藏甲开采技术拢是带头的地区，所以伫规个供应链内面是较有优势。The challenge is not so much knowing the deposits where they are; it's the energy, the water, the technology, especially, and that's where China has inve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can do it much more cheaply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so hence they'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eir 90% control of refining of rare earth.
稀土分析专家也观察到，伫即马关键矿物供应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地缘政治环境，临时实际需求。受到欧美对抗中国的政治趋势影响，即马大个国家拢倾向拍破对中国的依靠。欧盟的关键原料法案就要求2030年之前，至少10%的材料开采要供应予欧盟内部使用，并且规定欧盟每年的消耗原料内面，来自单一第三国家的比例袂用超过65%。伫全世界即马拢注重科技发展甲绿色转型，关键矿物正在运行战场，面临平衡、供应安全、地缘政治甲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即马大家拢注重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